根据资料显示，不管是简单的空间设备等待时间上久，或者是经查甫医生来检查，若是女性朋友无愿意加入病院进行子宫颈癌筛检的原因。所以，基于医学中心特别营造友善环境，同时对日本引进这台全自动诊疗仪，和包括行动不方便的女性，拢真方便安心。做这个检查其实是还蛮不喜欢的，那有可能是整个环境啊不是很友善啊，隐秘性不够啊，安全性不够，他就会不太想要来做。那另外就是有时候他做这个检查的时候，他的要移动的姿势等等，也会让他不太想要来做这个检查。所以我们医院的话，就是为了要改善这些部分整个环境的一个友善的优化，那硬体的优化，让他们会觉得来我们医院做筛检是很舒服、很安心的一个事情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每2档一摆大规模子宫颈抹片筛检，会当降低7成子宫颈癌的死亡率，而且台南市卫生局110年所发布的资料，嘛证实3档筛检已经达到55.5%的范围。不过，有原有一半妇女嘛，因为此外观念无检查，有潜在风险。错误的认知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很年轻啊，或者是我没有生小孩、没有结婚就不用做。那有些人会觉得说，我有做过了，以前正常，以后就不用做。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。那我们会建议有过性经验的女性就要定期去做抹片，因为不是一次的正常，以后都会正常。基于学中心提醒妇女只要性行为至少3档一摆，爱做子宫颈抹片检查，并无年龄的上限，一定要有预防保健的观念，好好疼惜家己。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